肌肉磐石，天窗有内涵。呀，我再来一次。恁今晚呀，恁真是通风水面呢，风。染头发啦，啊，嗰個拇指絲瓜未做唔得種啦，仲有我嘅縫應該會湧出來啦，未湧出來。人家說無料到啦，有位無料到啦，嘿，本來找一個事情當快事的。我已經救你死啊！姑嫂啊，俺去炸過一槍，哪可以該替你現場來啊？哎，講好的男唔信嘅鼓手嘞，哎，哇，漏掉一次。哎，我哋嘅金毛人唔得水啊！你頭老講笑的啦，其實啦吼，我已經國土發講，換一句角度話講，太多，對不起，對不起。我要假裝你走了，然後我要一出來，然後對，我知道。